好好休养。好，再见。我爸呢来医院啊，做了一个冠脉支架肌肉手术啊，今天呢要出院了。他终于出院了，我儿现在洗他。你说什么华华还没去？这华华还没去。华华去了，绝不就标了。标了。现在这医院里面不知道啥情况啊，我记得以前住院好像出院的时候要给你开一部分药的啊，现在这个他就你出院当天的药给你吃，然后出去再要吃的药就要自己买的啊，要去药店里面自己买，医院里面不给开的。回来门还锁着呢啊，我妈去地里了，打电话叫回来的。花开的真好。朋友们，这叫什么花？